九肚山原名龍窩，由古至今乃藏龍之地及群龍匯聚之處，盛傳貴胄風尚。得天獨厚、居高臨下嘅地理環境，成就九肚山成為香港傳統京罕豪宅地段。沿住麗平路而上，龍頭傲居山之頂峰。永泰亞洲與萬泰集團兩個全新低密度豪宅及洋房項目正盤踞於此。項目位於九肚山之巔，高瞻視野，具大地在我腳下嘅氣勢。瞭望連綿嘅八仙嶺山巒及一望無際嘅吐露港，環抱翠綠繁茂嘅樹林，風光秀日如畫。傲立於香港中文大學之上，書香縈繞。前臨科學園，沙田馬場，及城門河一帶美景，山海相融，如詩似畫。九肚山地段珍貴無比，永泰亞洲及萬泰集團憑着獨到嘅眼光，喺最驚罕嘅九肚山之巔，精心雕琢兩個低密度豪宅及洋房項目。項目匯聚世界頂尖大師嘅手筆，打破亞洲常規嘅建築美學，完美演繹，成就今天九肚山之巔嘅兩個藝術珍品。
九肚山之巔，氣度恢宏，其得天獨厚嘅尊貴，媲美港島太平山山頂生活，標誌顯赫地位。九肚山之巔 ，Le Cap, La Veta。